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39篇1节到12节，23节到24节，出埃及记14章9节到25节，马太福音7章15节到20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鉴察。鉴察这个词有正面也有反面的意思，有监督也有看顾。那上帝的看顾是常常的，是每一日的，是无时无刻的。特别当人们遇到急难的时候，上帝必要鉴察看顾。出埃及记14章9节到25节记载了一个以人的角度完全无法了解的情况，那就是他们前无去路，因为有红海的阻拦，后有追兵，法老王的精锐部队在后面追，那种情况可以说是走投无路了哈。但是呢，当以色列人认为没有盼望的时候，上帝正在鉴察他们，并且施行拯救。经文这样说道：埃及的军队包括战马、战车和骑兵，一直追赶以色列人，到了红海边境，他们扎营的地方，那地方靠近比哈西路和巴利喜分。以色列人一看见埃及王和他的军队赶上他们，非常的恐惧，就向上主求救。他们对摩西说：难道我们在埃及没有葬身的地方吗？为什么把我们带到旷野送死？你把我们领出埃及，你看你做了什么好事？我们不是在离开之前就告诉你这事会发生的吗？我们告诉过你别管我们的事，让我们在埃及做奴隶就好了。做奴隶总比死在旷野强。摩西回答：不要怕，要站稳。今天你们要看见上主怎么样救你们，你们再也不会看见这些埃及人了。上主要为你们作战，你们只要镇静。上主对摩西说：你为什么要向我哀求呢？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就是了。举起你的杖，向海伸去，海水会分开，以色列人就能够走在干地上走过去。我要使埃及人顽固，因为他们要进到海里追赶你们。但是我要胜过埃及王，他的军队、战车和骑兵，他们就会尊敬我。我击败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就知道我是上主。上帝的天使原先走在以色列的大队的前头，现在转到后面去，云柱也转到后面去，隔开了埃及人和以色列人。云使埃及人陷入黑暗中，却照明了以色列人。因为整个晚上埃及的军队无法接近以色列人，摩西向海伸手，上帝就掀起一阵强烈的东风，把海水吹退。吹了一个晚上，海底就变成干地，水分开，好像两堵墙。以色列人走在干地上，过了海。埃及人追赶他们，连战马、战车和骑兵都进到海里。破晓时分，上主从火柱和云柱中观看埃及的军队，使他们发生混乱。他使埃及战车的轮子陷在泥沼中，不能转动。埃及人说：上主帮助以色列人攻打我们，我们赶快逃吧。耶稣基督提醒跟随者要提防那些假先知啊，他们外表表现得非常温和善良，但实际上却是如恶虎要扑羊一样。马太福音7章15节到20节，耶稣基督强调基督徒的生命要能够成为结好果子的好树，因为上帝都要在监察，他会把坏树给砍除，丢到这个火里烧毁。
所以基督徒啊，不但要小心，不要受骗上当，更要活出美好的见证。你们要提防先知，他们来到你们面前，外表像是绵羊，里面却是凶狠的豺狼。你们能够从他们的行为认出他们。荆棘不能结葡萄，棘藜也不能结无花果。好树结好果子，坏树结坏果子。好树不能结坏果子，坏树也不能结好果子。不结好果子的树都得砍下，扔在火里。所以从他们的行为，你们能够认出假先知来。诗篇139篇第1节到12节、23节到24节。上主啊，你洞察我，你认识我，我的一举一动你都知道，从遥远的地方也晓得我的心思。我工作或休息，你都看见。你知道我的所作所为，我并没有开口，你已经知道我要说什么。你前后左右环绕着我，你用你的能力庇护我，你对我的认识高深莫测，不是我能理解的。我往哪里去才能躲开你呢？我到哪里去才能逃避你呢？我上了天，你一定在那里；我潜伏在阴间，你也在那里。我纵使飞往日出的东方，或是飞往西方的海极，你一定在那里带领我。你会在那里帮助我。我可以求黑暗遮蔽我，或是求光周围的亮光变成黑暗。但对你来说，黑暗不算黑暗，黑暗跟白昼一样的光亮，黑暗跟光明都是一样。上主啊，求你查验我，知道我的意念。求你考验我，洞悉我的心思。求你看看我有没有狂妄的思想。求你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。恳求上帝帮助我们在生活上能够谨慎，不要容易被骗上当。要积极的活出基督的样式，结出好果子来见证主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